前年的秋天，當路旁的樹葉染上病態的緋紅與金黃時，我衛里斯發現自己無法抗拒地被吸引至穩地敦威治。那並非出於自願，而是源於我在城中富豪里加那夜大的私人藏書館中發現的一份破舊手稿的強迫性召喚。那手稿似由一隻怪異的手擬蟹爪般的筆跡寫成，墨水褪成乾血的顏色，無題，卻記述了一個隱藏於敦威治山丘之下的地方，一個由巨石構築的迷宮，僅被稱為伊薩加拉的地窖。它暗示着比地球本身更古老的秘密，那些秘密在我匆忙抄寫時啃噬着我的理智。我長久以來一直是神秘學的追尋者，深入人類知識的陰暗角落，那些他人不敢涉足之地。然而，這份手稿與我以往接觸過的任何事物皆不同。其頁面充滿了無法翻譯的kryptic迪符號，間雜以極其古老的拉丁文，似乎比羅馬時代更為久遠。一句話反覆出現，令人瘋狂地頻繁。Youth Gara dormit, sed non mortis est。伊薩加拉沉睡，卻未死去。這伊薩加拉是何種存在？文本未曾明言，只說他被比星辰更古老的儀式束縛於地窖中，其蘇醒將預示一切繁密的終結。儘管李家曾勸阻，我仍決意尋找這些地窖。李家這家伙，一個面容嚴峻、比我智慧之人，曾警告我此類探究的危險。衛里斯他低沉而嚴肅地說道：有些事物人類不應知曉，那些超越理智面紗之物，等待吞噬無知者。他的話雖令我感到寒意，卻無法熄滅我好奇的火焰。回想他坐在藏書館的紅木椅上，抽着雪茄，臉上帶着一抹陰險的笑。衛里斯，你有的老毛病又發作了。他吐了口煙，語氣裏滿是揶揄。那本書可不是給你這種凡夫俗子看的，裏面藏着秘密，能讓人瘋掉。我冷笑回道：李家，你知道我從不信邪。說吧，這伊薩加拉是什麼東西？地底在哪？他咪起眼，沉默半晌，才低聲說：那是在馬薩諸塞州中北部地區附近艾爾斯伯里公路的交匯處，走岔了路，就會來到一個古怪而偏僻的小鄉村。你沿着小路上就會找到敦威治山丘北。我勸你還是打消念頭，我可不想失去一位有趣朋友。我作了一個手勢道：畢竟人老了，朋友會越來越少，但我還是要去。一周後，我在暴風雲籠罩的天空下離開城市，背囊中裝着手稿、一盞提燈與一把左輪手槍，對未知的微不足道防禦，卻是我僅有的依靠。抵達時，敦威治是一片荒涼之地，其街道被雜草阻塞，房屋如某古代巨獸的韻骨般傾頹。居民以陰鬱、魚般的眼睛注視着我，他們的臉上帶着明顯的墮落痕跡。我詢問地窖的下落，卻只得到沉默或低聲詛咒。最終，一個老婦，面容布滿皺紋與惡意，用扭曲的手指指向山丘。你尋的是深處，對吧？他西啞地說道：在無山之下，無人敢去，除非瘋狂或受詛咒。你在那兒只會找到悲哀。一個雙眼只剩下空洞的黑老頭甚至攔住我，聲音沙啞：年輕人，那山有巫女，專勾男人魂魄，你去不得。我沒理他，繼續前行，心裏卻隱隱不安。我轉身離開時，他們的笑聲尾隨而來，如鋼骨碰撞的聲響。巫山聳立於敦威治之上，一團扭曲的樹木與鋸齒狀岩石的陰鬱之物。我登上奇坡時，空氣變得異常冰冷，風中帶着低語，似乎形成難以理解的詞語。在山頂，我發現一塊花崗岩板，其表面被無數年磨平，僅如一個與手稿中相同的符號。我心跳加速，用手指描摹其輪廓，感受到一絲震動，仿佛石頭本身活着。我費力移開石板，露出一道陷入黑暗的深淵。下降是一場噩夢，沿着濕滑的螺旋石階，上面刻着符號，在提燈的光芒中微微脈動。空氣變得腐臭，充滿腐敗與某種更古老、無法命名的氣息。最終，石階通向一個廣闊的廳堂，其牆壁高聳至陰影中不見頂端。
建築駭人聽聞，巨大的玄武岩塊無需灰漿拼合，表面是刻着扭動的觸手與無眼面孔的場景。中央是一個圓形深坑，其邊緣排列着符號。我凝視時仿佛在蠕動。我靠近深坑，手稿在我汗濕的手中緊握。先前聽到的低語如今膨脹成一片喧囂，一群非人喉嚨能發出的語言交織。我打開手稿，大聲朗讀最後一頁上的咒文，一串撕裂我心智的音節從我唇間吐出。伊薩加拉，玉魂召喚，暗淵開啟，這些詞在廳堂中回響，深坑開始顫抖。從那深淵中浮現之物，我難以描述，因其違反一切形體與理性的法則。那是一團陰影與血肉的混合，觸手與眼睛的褻瀆，閃爍着異界的光芒。其存在充滿廳堂，壓迫着牆壁，仿佛石頭本身也在退縮。我狼後退，提燈摔落地面，火焰搖曳。當那實體逼近時，我的理智崩解，耳邊的低語變成尖叫，一聲撕裂靈魂的聲音。我明白伊薩加拉並非傳說，而是宇宙本身的一塊碎片，一段被困於地下的永恆訊息。從坑裏升起來的不是什麼醜怪，而是一個女人的身影。她身材曼妙，皮膚白得像月光，長髮如墨披散在肩上。她的眼瞳是深紫色，閃着異光，嘴唇紅得像血，微微上揚，帶着一抹誘惑的笑。她赤裸着，身上卻籠罩着一層薄霧，讓人看不清細節，卻更勾人心魂。她的聲音響起，低沉而柔媚，像絲綢劃過皮膚。衛里斯，你來了，我等你很久了。我呆住，手槍不知不覺垂下。她緩緩靠近，步伐輕盈如夢，空氣中彌漫着一股甜膩的香氣，讓我頭暈目眩。你不怕我？她問，聲音裏帶着挑逗。我勉強穩住心神，說：我見過不少怪事，你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她樂樂笑了，笑聲像銀鈴，卻讓我背脊發寒。我是伊薩加拉，慾望的化身。你心裏的渴望，我都知道。她伸出手，指尖輕觸我的臉頰，冰冷卻又炙熱，像電流穿過全身。我試着後退，但腿像灌了鉛。她靠得更近，胸脯幾乎貼上我的身體，薄霧散開，露出她完美的曲線。我的呼吸變得急促，理智在崩潰邊緣掙扎。放開我！我吼道，但聲音虛弱得可笑。她貼近我耳邊，低語：何必抗拒？我能給你一切，權力、財富、女人，甚至永生。只要你吻我一下，我就屬於你。她的唇湊過來，近在咫尺，散發着致命的誘惑。那一刻，我腦子一片混亂。她的氣息溫熱，帶着某種原始的魔力。我的手不自覺抬起來，撫上她的腰。她輕哼一聲，身體微微顫抖，像在享受我的觸碰。我的唇幾乎要碰上她的，卻突然聽見李嘉的聲音在我腦中回響：衛里斯，他會吞了你的魂。我猛地清醒，推開他，退後幾步，舉起槍對準他。你耍我？我咬牙問。他沒生氣，反而笑得更微。耍你？不，我是真的想要你。你不一樣，衛里斯，你的意志比那些凡人強。我喜歡這樣的男人。他走向我，步步緊逼。再來一次吧，這次別拒絕我。他的手滑向我的胸口，指甲輕劃過皮膚，帶來一陣酥麻。我扣下扳機，子彈射進他身體，卻像沒入水面，毫無效果。他嘆了口氣，真可惜，你非要這樣。空氣中彌漫着絕望的瘴氣，我的意識一絲絲解體，幻象襲來，星辰踏入虛空中，世界被扭動的形體吞噬，宇宙陷入混亂。我看見自己如塵埃，在伊薩加拉的浩瀚前微不足道，我差點沒為自己的愚行哭泣。廳堂開始震動，他的形體變得模糊，化為一團觸手與眼睛的怪影，散發着無盡的威壓。我感到意識被撕裂，幻象襲來，城市崩塌，海水倒灌，人類在絕望中哀嚎。我知道
她不只是個女人，而是某種宇宙的碎片，慾望只是她的偽裝。我跌坐在地，掏出書，找到另一段皺紋，大喊：伊薩加拉，欲所永封，沉眠無盡。聲音顫抖，卻帶着最後的決心。她尖叫起來，觸手狂舞，坑底爆出綠光。她瞪着我，眼中滿是怨恨。維里斯，你會後悔的。我會回來找你。她被吸回深淵，廳堂恢復寂靜。我爬起來，跌跌撞撞跑出地窖，石板自動關上，外面已是暴雨傾盆。回到自己城市，我去找李家，把經過告訴他。他聽完，沉默良久，才說：維里斯，你命大，但也惹了麻煩。他沒死，只是睡了。你最好祈禱他別再找上你。